新春庆社礼拜。上帝啊，人着伫锡安称谢你，搁着对你写所下的愿。听人祈祷的主啊，全人类拢要就近你，罪压倒我。毋过，阮的过失你拢要赦免。即时，咱来吟圣诗435首，带咱大家来吟诗吟全首，写起立。Lord,
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天父，愿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你也是创造阮人类的上帝。你疼我每一个人，愿虽然犯罪，但是只要肯来到上帝的面前，谦卑认罪，你就要赦免阮的罪，你也要接纳阮。恩典甲慈爱满满的上帝，愿感谢学罗你，因为阮虽然无完全，你犹原用你完全的听来听阮。你授予阮有耳孔通听，有目睭通看，有心灵通思考，有双手通做工。阮也为着这会来深深感谢你，求你帮助阮，熬用这的恩赐来帮助别人。服侍别人，利益别人，恳求主感动教会有搁较侪人会使投入服侍，亲像主日学、许所爱无限、青年事工、关怀事工，拢需要侪人来参与。服侍无一定要有专业，服侍嘛无一定要有外貌，只要肯，只要愿意，志未细的人也会使成就上帝大的事工。这时，求主安静阮的心，互阮专心来听牧师伊要分享，听上帝的声音，嘛恳求圣神甲牧师同在。这时，阮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天更归献给上帝，天更献给相信三位上帝，在地的现在地的，将来也永远地的。这时，咱来启用启应文第22篇，就是诗篇95篇。我来启兄弟来引。来啊，咱来唱歌学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极悬的山峰嘛伫伊手内，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伊嘛亲手创造陆地。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主民。这时，咱来恭听上帝的话，伫约翰福音第16章第13到15节。真理的神来的时，伊会带恁了解一切的真理。伊袂照家己的意思讲，袂照所听去的来讲，嘛会甲恁传达得要来的事。伊会将荣耀归互我，因为伊会将我交代伊的甲恁传达。我的爸所有的拢是我的，因为安尼，我才会讲，圣神会将我交代伊的甲恁传达。和合本、华语版、诗
13到15节。但真理的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要来的事向你们传达。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把从我领受的向你们传达。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把从我领受的向你们传达。以上愿上帝话刻掉伫咱的心，这是教会诗班要用天父恩典真正大来学罗上帝。够好听的歌声，用个达到上帝遐，互上帝欢喜。只是咱请牧师来甲咱分享，听上帝的声音。各位兄弟平安，新年恭喜！这边的灯会，这边没有开吗？那个电视那边没有开。咱大家人拢坐到最后边的吼，离牧师有一点远，好像那像惊牧师会去喷着喙烂的款。哎，唔免坐到遐客吼，头前遐佫有位，吼，两边边仔嘛佫有位。咱今仔日因为新年过年，咱真侪同工乡乡拢无伫咧吼，所以头拄牧师嘛装来装去，咱的音控同工全部消失，所以头拄无感谢主吼，咱的咪咪赶紧的看到无同工，赶紧的装去补位置吼。
这也就是头拄咱的书会咱的阿美姐伊伫遐咧讲的，咱教会需要有真侪的同工，不管你是伫咧参与伫咧书会即个书会，这是中级甲着即个咱的诗班的献诗，包括注意到今仔日注意到游玩共款有哦，有啦，有小朋友的活动啊。那是明天。那是明天，不是今天。你看，我还以为是今天呢。今天没有。OK， 好，我想讲，迄尾大尾鱼啊，是今仔日要用的。好，咱就通知影讲，一场的礼拜需要真侪同工的参与包括咱的司琴搁有侪咱会通伫遮真安静伫遮真好势的礼拜，拢有真咱的遮侪同工的参与，所以也愿上帝纪念咱所有遮同工伫主的面前所安尼摆上的，就特别施恩祝福伫因的顶面。咱也伫感谢主伫咱的新的一年一开始咱就会通伫上帝的面前透过敬拜来领受上帝的话，互伊的话会通伫咱新的一年开始就成做咱的祝福，甲咱的快乐甲帮助。所以这是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新正年头，主你搁一届来呼召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阮也伫这新的一年，阮也要伫即个中间来搁一届领受对主你来丰盛的恩典，甲你的施恩祝福满满。主上帝，阮也恳求你，伫阮伫新的一年，阮若领受对主你来新的祝福，主，阮也要有一个新的日子，新的日子，就是阮要对你。若领受你的话，搁要照着你的话来切实安尼来行，互你的话会通成做阮性命的准绳，甲阮的快乐甲帮助。互你的话伫阮的日常生活中，真正会通安尼活出主你的教示，伫阮的性命的每一时刻，阮会通真正去经验着。主你的话所讲的，拢是真的；佮若是真的，佮是真正会通，互阮切实来去，去相信，佮真正会通对遐来领受对主你来满满的祝福。愿你的神即时运行伫你家己会中，开阮的心，开阮的耳，互阮听见主你要对阮所讲迄个美善的声音，就伫迄个中间，阮要会通伫阮的人生的道路顶面，会通真清楚知影，阮到底要左右阮会通听见有声音对阮讲，这是正路。阮搁一摆将阮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你，愿你亲自特别施恩赐福伫阮所有众兄弟，伫这个新的一年，愿来对你领受你丰盛恩典满满。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顶一遍迄落咱有谈安尼讲起着，咱若确实要活出一个耶稣的性命，咱必须爱去改变咱的听习惯，就是咱需要用着迄个正确的迄个话，咱爱较济来听，时常来听。搁安尼，咱讲牢记在心里面，迄个错误的话，咱毋莫故意要去甲听，嘛无爱去甲专心来听，搁较毋免来安尼放伫咧心上。如果咱若会通安尼有迄个正确的听，咱的性命就会哪来哪丰盛。今仔日咱要继续来照着即个话题，咱。要来听讲，咱要来讲起着安尼，迄个咱讲咱要正确来听，要听侪上帝话，安尼咱要安怎知影讲上帝对人安怎讲话？所以咱要来知影是上帝人讲话，伊侪这方式到底什么款？
咱的上帝，伊是迄个教导游园，抑阁继续咧活地游园，继续伫遐来对人讲话的主，咱的主，咱上帝。一寡人认为上帝只有对某一寡特别，安尼讲特定的人伫遐说话，哦，就甲亲像这旧约的先知共款。但是伫咧即个新约时代，上帝伊其实伊有缘，伊较无对咱每一人讲话，佫毋是干那较无，伊是时常对咱讲话。但是咱并无迄款安尼的习惯。尤其是咱伫咧咱日常生活中，咱真侪时阵，咱伫遐来愿主来祈祷，有真侪人祈祷对主有足侪的安尼祈求，但是咱求一堆了了，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阿门啊。但是一个更较要紧的是，咱伫咧祈祷，咱对咱的主来伫遐祈祷了了。咱敢有想着讲，要来听伊对咱讲啥物话？这是咱伫咧咱的日常生活中，咱会去拄着的代志。就较亲像讲，今仔日你甲一个老爸伫遐来伊讲话，你伫遐甲伊讲足侪话，老爸讲小等下，我嘛要甲你讲一下话咧。结果讲拜拜。这就是真侪基督徒伫咧。咱的祈祷的生活内面出现的一个真怪异的现象，就是咱只有干那要愿主求，但是咱事实上咱无爱听主的话。如果咱若无听主的话，咱要安怎知影讲安尼迄条祝福的路到底伫什么所在？那个祝福的路到底在哪里？所以伫咧新约时代，咱会通看见主耶稣伊安怎讲？伊讲。我不再把你当什么，不再把你当成仆人了。他说：“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但我称你们为朋友。”这是一个真趣味的讲法。真侪时阵，所以今仔日人若讲安尼你是我的朋友，安尼是敢若拄亲像主耶稣伊所讲的共款安尼啦。咱毋是甲咱的这亲朋好友当作是一个咱的仆人是讲咱伫遐安尼会用安尼画来画去。主耶稣讲，我称恁做朋友，因为我对爸所听的安怎，拢甲恁讲。只有迄个朋友，伊会对因讲；奴仆伊袂对伊讲。所以咱会通看见的是，因为主耶稣伊要将天父的心意甲咱讲，所以耶稣伊要对咱讲话，亲像朋友讲话一般样。毋那是干那耶稣对咱讲话，圣灵嘛要圣神嘛要帮助咱来搁较济来认捌上帝。伫咧迄个要将迄个天父的迄个心意伫咧中间来安尼甲咱讲。佮也是，佮毋那甲天父相应，佮迄个将迄个要来的代志，嘛对咱来甲咱讲起。所以，伫咱接受耶稣的迄一个时刻，咱讲接受耶稣的那一刻开始，上帝就赐给我们圣灵，成为我们那个随时的引导跟帮助。所以，伫罗马书内底讲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所以咱若凡事互上帝神来引带，咱就是上帝的囝儿。所以伫咧启示录迄个圣神对7个教会所讲的，伊伫遐提醒着教会内面讲伊讲既若有耳孔的，拢着听圣神甲这个教会讲的话。所以，咱就通知影，上帝伊拄咧对即个末世的教会来讲话，咱需要安尼真认真来听上帝的声音。上帝时常来对咱讲话，但是咧，咱敢有咧安尼？咱敢有去意识到上帝的声音？是讲咱敢有安尼留心伫遐听上帝的声音？
可咱敢有真清楚知影，这是上帝的声音，这是对撒旦来的。这也就是咱顶礼拜咱有讲起到，所以上帝人讲话方式其实有真侪款，而且佫毋是讲拢一定共迄个模式，伊有足侪方式并咱若对规个旧约一直到新约内面，咱会通看见一寡上帝对人讲话的方式所以牧师有安尼小可安尼集中一下扣咧。但约上帝有对人讲话有几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伊亲自来对人讲话。上帝用迄个人的耳孔会通听到的方式，对人亲自来讲话。伫咧撒母耳上卷内面。当上帝对第一遍伫咧即个暗暝的时阵，来伫遐来安尼呼叫着即个撒母耳的时阵，撒母耳伊即个咱讲小小的撒母耳，伊听见上帝对伊呼叫的声音。对撒母耳来讲，伊听到的声音是亲像人咧对伊讲话迄般样。所以每一届上帝来伫遐来叫伊的时阵，伊拢走去倒位？伊走去伊利伊走去伊的老师伊利迄个所在，因为伊敢知影，伊听到迄人的声音，伊就会想讲这是我的老师的声音。伊走去伊利遐，伊当作伊利咧甲伊叫。所以咱摕通看见讲，迄个人上帝有法度用到迄个人听会见的迄个声音来对人讲话。伫咧新约，上帝嘛用到迄个亲自的讲话方式来对人讲话，就是伫咧保罗伫咧大马色的即个路上，伊互迄个安尼伫互光来安尼甲伊围调咧，光甲照伊，伊听见天顶有声音伫遐对伊讲扫罗扫罗，你啥事安尼压迫我？所以，搁即一遍的即个声音，若保罗伊家己听到，安尼若定。搁伊介东行的人嘛听到遐个声音，但是因照记载讲，遮个东行的人听到声音，但是无看人。所以咱就通知影讲，上帝伊会亲自对人讲话。过来就是咱要怎样去伫迄个中间来说伊来听。第二种方式就是人要怎样，上帝要怎样来对人讲话，伊照着圣经来对人讲话。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话，是上帝对人所讲的话，安尼要透过着即个文字，安尼来甲伊一碗来对人来讲话。但是咧，圣经若安尼对咱只有敢若讲是敢若字句，安尼迄个圣经对咱犹原是死的。那个在哥林多后书3章说，他使我们配作新约的只是不是文字上的约，而是圣灵的约，因为文字使人死，圣灵使人活。所以咱咧读圣经，若无圣神的帮助，咱所看到的遐文字，只不过是敢若文字安尼那尔，无法度互人的心得到真实的改变。只有敢若伫咧圣神的做工，人透过读圣经了，伊的性命要得到改变。是安怎安尼讲？咱看见咱今仔日真侪遮个大陆的学者，遮个学者有诶，佫是咱讲叫做所谓圣经的学者。但是遮个圣经学者因安尼所研究出来的圣经的遮个侪遮个迄落因的著作，迄内面事实上有诶咱看见是无有性命。因为伊只不过是干那伫遐研究上帝的话，伊却无甲迄个上帝的话画出来。所以迄个圣经的话，煞变做是对因来讲是死的，无帮助，是摕来咧互因做研究的。但是上帝的话语、圣经的真理，毋是死的，乃是活的。
而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所以，上帝伊照着圣经，伊要来对咱人讲话，互咱会通真实伫咧迄个伊的话语内面来得到真实的安息甲帮助。亲像伫咧耶稣伊国活的时阵，伊用着即个门徒伫遐来讲解圣经。门徒对遐圣经敢无够熟？因伫咧12岁的时阵，因伫咧成年里，因就需要来伫遐来将即个摩西五经伫遐来安尼背甲滚瓜烂熟。但是因为耶稣国活了了，伊伫遐安尼甲门徒伫遐咧讲话的时阵，因门徒的心就伫迄中间来开。因听见着即个迄个耶稣所对因所讲解，因原底迄个心内原底，因为迄个因看见因家己的老师去用钉死伫咧十字架顶，搁伫迄中间，因有侪原底的愿望伫迄中间，哪亲像去互破灭去。因伫遐有心内有侪的沮丧，但是因为主甲因讲话。互因真正清楚了解圣经，因的心就伫咧迄个中间，若来伫遐安尼迄个沮丧来伫遐消息。圣经讲哪？讲因的心伫迄个中间开始火热起来。咱对上帝话到底有偌火热？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若是敢若读圣经，咱也伫咧读圣经的过程内面，咱也恳求主圣神亲自来带领咱，互咱所读的经。真正会通帮助咱，互咱对主的话会通伫迄中间来得到火热。所以圣神是咧引带咱，互咱会通明白圣经的真理，互咱会通对圣经内面来得到造就。所以咱今仔日咱的经文内面，咱今仔所领受的经文讲哪？但真理的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要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那个他是圣灵听见谁的？听见上帝天父上帝所说的话，就将他的话，将耶稣的话这样子传达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第三，上帝说向人说话的方式，有一种是在从心中来说话，或是说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的心中有对话，上帝常常在我们心中怎样，在对我们说话，如同这个在那个《使徒行传》第10章19节说，彼得他那个一个异象进来的时候，那个圣灵对他说话，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那个圣灵，他常常特别，他借着我们的良心来对我们说话。所以保罗常常是被那个良心他的良心被圣灵来感动，而对教会来说话，如同罗马书里面所说的：“我在基督里说真话，不说谎。我的良心是被圣灵感动，为我做见证。”所以圣神安尼。咱的良心伫咧圣神的感动内面，伊亲自来对咱讲话。上帝也会把他的意念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立志来为他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上帝他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使我们又立志又能够实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不是咱会通做什么会。是圣神伫咧咱的心内咧做工的时阵，伊对咱讲话了，咱开始有迄个动力。咱伫咧迄中间因为照着圣神对咱的讲话，咱安尼受到激励，咱欢喜来伫遐做，原底咱感觉讲无可能的代志。那个阿嬷，麻烦。先阿嬷来进来坐一下。所以咱就会通知影讲，迄个圣经安尼伫咧
迄个人去互圣神，是人互圣神伫迄个感动的内面，将上帝伊的话语安怎写出来。伫咧迄个中间，咱的心安尼会通讲伫迄个中间安尼咱讲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迄个默示了，伫迄人照着人将遐个话语来甲伊安尼甲写出来，咱的心就会时常互上帝对咱，诚做咱对咱讲话的一个咱讲途径。所以咱毋通忽略上帝伫咱的心中对咱所讲的话，咱嘛无伫遐来消灭圣神伫咱心内迄款安尼的迄个感动。所以伫咧咱会通看见着伫咧迄个像讲马太福音第10章19、19、20，因伫遐讲安那圣神伫遐当主耶稣讲安那讲，咱若受交伫咧迄个，伊对门徒讲，伊若受向交去伫咧官府的顶面，因伫遐咧烦恼讲，毋知要安怎讲的时阵，犹原圣神伫咧因的心内来引带因，互因知影讲应该讲的话。所以咱就通看见伫咧不管是伫咧旧约还是新约内面，咱拢会通看见圣神伫咧人的心内伫遐做工，就较亲像包括摩西，伊伫咧原底本地，伊伫咧王宫内面，但是当圣神伫咧伊的心内的时阵，对伊讲话，伊就愿意走出行出即个法老的王宫，去安尼探望伊的即个同胞。所以咱会通看见，咱的心是迄个上帝上容易来咱来讲话一个真要紧的路径。所以咱毋通忽略上帝伫咱的心内所讲的每一句话，也无安尼互圣神来消灭圣神伫咱心内迄个任何的感动。第四就是迄个我睇下内底藏足侪经文的吼。第四就是预言预言是旧约内面上帝安尼讲时常对伊的百姓，甚至是对国家讲话的一种方式。上帝照着人安尼将伊的心意来其他人来安尼来传达。上帝照着人的心意来安尼讲来甲其他人来讲安尼，迄个咧传达的迄个过程，迄就是预言。圣经会通讲，迄个就是上帝的讲，被称作讲是上帝的预言，就是讲上帝照着人的手将上帝的心意安尼规个来甲写出来。所以互人会通伫迄中间来得到尊敬。所以咱会通看见伫咧即个彼得前书伫遐讲起讲，经上所有的预言是不可随意解释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而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话。所以咱会通看见伫咧过去到现今真侪人伫咧中间伫遐咧解说迄个预言的时阵，爱真细腻，因为伫咧中间彼得后书内面就已经真清楚甲咱讲，咱无伫遐随意的解释迄个预言。同款伫咧摩西的即个时代，以色列人惊上帝甲因安尼面对面，所以上帝就照着摩西，将因应该爱做的代志，伫遐来着照着摩西来将因爱做的代志来伫遐来对以色列人讲。伫咧同款，伫咧即个末后的即个世代，咱也会通看见，伫咧即个末后的时代，上帝要将伊的灵来安尼咱讲浇灌在凡有血气的，
亲像上帝对伊的百姓所应允的，讲安那，讲恁的安尼，恁的儿女要讲预言，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恁的老人要做异梦。所以伫咧末后的这个世代，上帝无搁再照着迄个指定某一个先知，乃是要照着安尼每一个咱所有上帝的百姓、上帝这正儿女因的喙来讲出上帝的预言。就算你是一个咱讲就是所谓的平凡的弟兄姐妹，上帝也要借着他说出来，借着每一位来说出他所要对人所说的话。所以咱爱真细意伫遐来听去分辨上帝借着人来咱所讲的话，因为上帝伊会透过侪方式来对咱讲话，伫迄中间，咱需要去分辨，什么是对上帝来，什么是对人来的。第五项就是迄个异象甲异梦，上帝会照着异象甲异梦来咱来指出特别发生的代志。迄个异象有可能有侪无共款的方式来呈现。有的是用着你会用安尼开着目睭伫迄个中间来伫遐看的异象，亲像约翰伫遐咧记载即个启示录的即个咱讲迄个意象的时阵，伊伫咧即个拔摩海岛的顶面，伊伫遐安尼伫遐看见，伊伫遐安尼讲有异象来着即个来显现共款。前面一个经文 ，OK， 启示录这个所以咱就会通看见，迄个上帝照着这安尼，不管是任何每一个人，会通互咱会通伫迄中间也是伊对某一人伫遐来启示，佮互伊是用肉眼的方式，会通来伫遐来看见。摩西也伫咧迄个烧迄个漆皮的迄个过，看到迄个漆皮互火烧的迄个过程，伊伫遐安尼看见迄个异象。时常伫咧迄个异象甲异象迄个异梦的中间，是咱会通来看见上帝要对人所讲的。所以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咱可能较侪会通看到的迄种异象甲异梦的，就是咱讲目睭刻看见的，迄也是讲是伫咧睡梦当中看见的。这包括着一寡伫咧圣经内面记载遐不管是王也好，甚至某一寡人安尼受到上帝启示的时阵，伊伫迄个中间安尼伫遐来看见迄个上帝要对伊所看见的迄个异象甲异梦。第六项就是迄个叫做魂游向外，第六项魂游向外，迄个魂游向外是灵魂暂时咱讲离开迄个身躯，被带来到伫上帝要爱咱去的迄个所在。上帝借着这个经历来咱来讲话，亲像彼得伫咧祈祷的时阵，伊的灵魂咱讲魂游向外，去带到伫即个天顶，去看见着安尼迄个无清气的遐个物件的迄个异象共款。上帝就伫咧迄个基地中来伫遐来伊讲出伊应该爱做的代志。上帝透过迄落即款安尼魂游向外迄款异象的时阵，互伊看见迄落安尼讲，这无清气的物件，伊伫遐对伊讲起来，安尼宰了吃。原来伫迄个中间要互伊了解到啥物货原来啥物货叫做无清气，啥物货叫做清气。伫迄个中间要看见，就是这外邦人嘛是上帝所要欢喜要接纳的这个百姓。共款伫咧旧约先知以西结内面伊嘛共款，伊看到一寡这
异象，伊伫遐魂游向外的迄个中间，伊看见着是上帝安尼将以色列的灵魂安尼带到迄个耶路撒冷的即个圣殿，去看见迄个当时的迄个安尼讲，迄个整个的迄个光景。所以咱就会通看见咱有侪侪方式伫迄个中间来上帝透过每一种无共款的方式来对人讲话。第七，就是上帝照着天使来对人讲话。对以色列人来讲，上帝照着天使来因来讲话这毋是迄种真陌生的代志。伫咧旧约伫即个所罗门安尼要被灭进前，上帝嘛照着天使来将即个罗得因的一家伙来甲因安尼救出来。亚伯拉罕伊伫遐咧献以撒的时阵，上帝照着天使来阻止伊，无将以撒来甲杀死，佮互伊看见上帝所备办的迄个那只公绵羊。雅各伊伫咧逃亡的时阵，伊望见天使来伊来显现，上帝伫迄个中间来伊来伫遐来讲话。伊伫遐讲：“我要祝福互你。”同款伫咧新约的内面，上帝也照着天使来着即个玛利亚来伫遐来报告耶稣要照着玛利亚来降生迄款安尼的消息。天使犹原嘛同款着即个咱讲即个羔羊的伫遐来安尼甲因报告耶稣降生的迄款安尼的消息。天使迄个显现，若是干那迄个报告消息，有当时也会带领咱去经历一寡超自然的代志。就甲亲像彼得安尼，互人关伫咧监里的时阵，伊安尼天使来伊显现，佮将伊来带出家。所以咱会通看见，咱头拄安尼指出侪遮的圣经内面的遮的记载，咱就通看见毋是干那讲上帝，只不过毋是干那一寡上帝讲话方式安尼那尔，咱无法度规个完全来列出上帝伊要讲话的侪方式。咱只有干那伫咧圣经内面安尼，差不多咱讲窥见上帝他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咱没有办法完整的说出上帝他对人说话的方式因为上帝的说话的方式不是受限制的，所以上帝会犹原继续伫咧无共款的场合，着无共款的人，用着无共款的方式来伫遐来讲话。任何无有任何的一个方式是特别重要，是特别要紧的。因为上帝伊要透过每一种方式，伊爱是人爱听到伊讲的声音，佮听入去，佮照安尼去行。关键无在伫咧上帝伊用啥物款的方式来对人讲话，乃是介在伫咱兼有要听上帝的声音。所以咱毋通伫遐来限制，是伫遐来阻挡上帝对咱讲话的方式。我毋知影，咱亲像讲，咱用上简单，迄个咱昨拄好过年，应该差不多对安尼，差不多8、9点开始吧，我就一直伫遐听那个教会外面就一大堆人伫遐放炮的声音。我毋知影你会感觉足吵的无？但是遮尔侪遮会吵闹的声音，你要甲听入去，是你无爱甲听入去？你有你家己的方式，同款，上帝伊要对咱讲的，你有法度去背清讲，这是上帝的话，这毋是上帝的话，无。事实上，咱有法度，咱毋是无法度，只不过是干你肯，还是毋肯安尼那尔。所以一寡人会将这任何声音就像我头所讲的伊会将这声音
当作讲是上帝的声音，哦，将任何的声音哦当作上帝的声音，这个变作是另外一种的极端，哦，把任何的声音当成都是上帝的声音，哦，这个什么都是上帝对我说，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啊，安尼咱要怎样去确定？我们要如何去确定上帝的声音？上帝的声音它不是神秘的，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去验证啊，什么是从上帝来的。第一个验证的方式就是这个是刚刚讲的，这个是整个目前有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部分啊，上帝向人说话的这7种方式。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再过来，上帝他我们人会把很多的任何的声音都当成是上帝的声音，但是事实上上帝的声音它不是神秘的，它是可以让我们去验证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第一个方式就是从圣经来，啊，我的又卡住了，麻烦按下一页。上帝的声音啊，一定不会跟圣经的真理有冲突哈。上帝若是以圣经以外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啊，也是为了要使我们更加的明白和遵行圣经的道理，哦，圣经的真理。若听到的是符合圣经的教导，那我们所需要的做的就是把那个感动化为我们的行动。真侪时阵，咱伫迄中间，咱伫遐安尼真专注，确定是不是上帝的声音的时阵，咱会无拄好会去忽略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干那伫遐咧分辨说啊，这个是从上帝来的，结果却忘了，应该反而更重要的是去遵循上帝的声音。若有人那个人声称说他听见上帝的声音啊，但是他的那个内容却跟圣经的真理是相违背的，那个就不可能是上帝的声音。这个是一个我们就可以自证的一个事情。第二个方式是透过身体的验证，也就是说在按照着圣经的教导说讲，任何的这些指控都是凭2、3个人都可以一起来那个作证口述才能够成立。但是那特别是上帝对一个群体或是对教会说话的时候，那若教会如果说基督要在他的身体一起做工，他不会只是让一个肢体知道。这个也就是我们长老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是透过会议的方式？今天我们可以说，上帝他或许他透过他感动牧师，让牧师去领受他的意向，或是领受他的一个意念，要来给教会。可是不是说牧师说了算。这个是在我们长老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牧师了不起，就是领受意向，但是他要来做什么？他要来到小会，一起与小会一起共同的，就像这经文里面所说的，是2、3个人，凭着2、3个人去作证。什么样的作证？就是说牧师所领受的意向。所有其他的这些小会员一起共同的来去分辨，这个是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小会员如果在这个当中没有同意牧师的这样的一个意念或是他所领受的这样意向，那很清楚的，这个不是从神来的。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一样的，上帝他自己的教会。主耶稣他不会说只有让他的身体的教会的只有某一个人才知道，其他的人都不知道，不会这样子，而是他会让这些其他的这些肢体们都能够连结。就像说我们的身体，
你的身体的运作，你不会说只有某一个这样子好，大脑知道，结果你要叫你的手去做一件事情，结果这个神经都没有连过去，那手要怎么去做？他要叫你脚怎么去走路，可是那个神经没有连过去，那个当中彼此之间没有连结，那个如何能够让一个事情能够成就？所以其他这些教会的这些其他的肢体是同样的一起来印证，而不是单靠一个肢体是无法完成的哈。就如同另外一个经文里面，《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有谈到另外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圣灵在安提阿对安提阿的教会，他说他要分派保罗跟巴拿巴去为他们去做做我召他们做的工作。所以呢，他们就在那个当中，他们就祷告，禁食祷告以后，就那个按手在把那个巴拿巴跟扫罗的身上，就差他们出去。那不是一个人在祷告当中的领受，而是一群人是一群人在祷告当中那样的一个感动。上帝所说的话不会带来那种基督的身体的那个分裂而是合一所以教会它本身是合一的。那如果那个当中有非常多的争执，那我们就要去看看说那个争执点是什么。在那个当中，我们透过彼此去分辨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三，我们如何去验证是上帝的声音？可以透过时间的验证。上帝所讲的话，伊讲安那？讲我所讲的话，无空空转来到伫我这。讲我讲的话安那，拢绝对的实证安那，讲那袂落空。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我的话要成做要成就我爱做的代志。若是上帝所说的话必定成就，那时间是一个最好的印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有的那个像说，不管是预言或是什么，它有的时候经过好几百年。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时上帝跟亚伯拉罕那个立约，他说我要让你的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亚伯拉罕信上帝的话，后面是上帝要做的事情。那些天上的星星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后裔，要突然间凭空跑出来吗？他是要一代一代的一直往下生。所以等到400年后，这样一代一代的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去到埃及去避饥荒，再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出来的人是多少人？算是几百万人他南丁的部分你看他们去埃及是70个人去埃及，可是出来的时候多少？我们可以好好的看，上帝他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但是需要的是时间来去印证。虽然等到印证的时间可能有长有短，我们不清楚，但上帝的话他终究必定会成就。若不成就，那就不是上帝所说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听错，但上帝绝对不可能说错。因此我们不要把我们所听见的做绝对化。我们最常碰到我们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我们会听到的就是上帝对我说什么这个就要非常小心。因为好，那既然你说上帝是对你说什么，那你要有人可以跟你印证所以感动有没有成就是上帝的工作。这个也就是我们不断的在讲的，我们做简单的事情，让上帝去做困难的事情
哦，真侪这困难的代志，咱明明知影讲这是困难的代志，是安那咱家己要做。迄个，亲像讲改变人的性命，咱是安那咱要安尼用足大的气力想要去改变人的性命。咱只要将这个人交代伫上帝的手里，咱将这个人交伫主的手中，咱来放伫咱的祈祷内面，逐工来为伊祈祷。上帝要改变。上简单的咧，就是奥古斯丁。哦，奥古斯丁伊也未成做一个主教进前，伊是摩尼教的信徒。伊的老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伊的老母为着奥古斯丁有做啥物代志？无，为伊祈祷20几年。这个人伊的性命改变，后来成做影响教会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人物。所以咱就通知影讲，咱会用做是做简单的代志，伫咱的祈祷内面做咱应该做的。所以，尤其是伫咧咱的新的一年开始，我期待咱特别咱中间咱有侪再来做时代。不管你是阿公阿嬷，你是爸爸妈妈，你一个真要紧的思想，爱祝福你的你的囝儿逝世，你的儿女、你的孙、你的查某孙，你伫咧透过你伫遐为因祈祷来祝福祈祷，佫毋是伫遐咒诅，是为因祝福祈祷，伫遐不断来为因祝福。剩的代志是上帝的代志。迄个改变是在伫咧上帝，无在伫咱。所以咱唯一的是干那，咱的责任就是遵行上帝的话。透过上帝的话，伊伫遐安尼将伊伫咱心内底迄款安尼感动，化作行动安怎？互咱伫迄个中间，咱家己来去改变咱家己生命。咱毋是要改变别人，咱是要改变咱家己。咱若伫咧迄个中间，咱伫遐来操练听上帝的声音，就算讲咱听毋着就改嘛。时常时阵咱是听毋着，咱讲硬掰，吼。所以咱就听毋着改，就算跌倒了就站起来。我们不是咱讲，尤其咱最近这阵啊，一个真流行的话叫做躺平。咱是讲咱安尼做毋着代志了，我怎啊亲像咱伫遐看见咱细汉的时阵，也是讲迄落，咱看见咱咧饲这细汉囡仔的时阵，有当时细汉囡仔伫遐咧张，会安怎？尤其你若带伊去百货公司，伫遐讲阿姨想要看到逐项物件嘛，足爱。怎啊看到迄样要爱，看到迄样要爱，怎啊伊会做一项代志，就是安怎？有个囡仔会安怎？躺平，躺平在那里，底下暖，底下我就是要，错了就改，跌倒了就站起来。安尼，咱伫迄操练听上帝的声音的迄个过程内面，迄个上帝的声会互咱哪来哪清楚。咱伫咧过去，咱原底本地咱有听毋到的时阵，但是因为咱不断伫遐来操练，咱会哪来哪对主的声音会哪来哪清楚，互咱伫过来咱的日子内面，咱所行的，咱会行伫咧主的道路顶面，会互咱所活出来，真正会通是一个互主的名得到荣光的迄款安尼生命。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咱会通好来去想，咱的圣经内面已经有充满了侪即个上帝对人讲话的方式，佮咱人是安怎伫迄中间？听，结果是啥物货？无听又阁是啥物货？迄伫咧清清楚楚，拢记载伫咧咱的圣经内面。所以咱会通阁一摆好来亲像咱的上帝，伊够胆悠远，抑阁是一个活地的上帝。伊够胆悠远，抑阁咧对咱人讲话。伊是用啥物款的方式对咱讲话？咱拢好来想看卖啊！上帝伊拢用啥物款的方式来对咱讲话？伊是透过伊家己咧，也是透过圣经，也是伫咱的心内面对咱讲话，也是用着语言，也是用着意象、意望，是伊互你有迄款魂游向外迄款安尼经验，也是借着天使来咱讲话。咱
安尼常常上帝伊拢是用什么款的方式对咱讲话，咱会用好好来去伫迄个中间来操练。咱嘛会使来伫咱的生活内面，时常来验证咱所听到的到底是上帝的声音，还是撒旦的声音？还佫会记无？迄个，咱讲要紧的话，咱爱真安尼好好来听，吼，正确的话爱坐坐来听，时常来听，佫记牢咧。那迄个错误的话，咱毋爱听，毋通专心来听，佫毋通藏伫咧咱的心内。咱有安尼伫迄中间来操练无？咱需要注意什么货？求主帮助咱圣神亲自来对咱讲话，互咱会通透过着圣经，透过着咱安尼实践，迄个两三个人迄款安尼迄个印证，是透过着时间的迄款安尼印证，互咱会通安尼哪来哪清楚，咱伫咧咱的日常生活中，真正会通来听见上帝所要对咱所讲的迄款清楚的声音。迄个声音检测有当时是微细。但是如果咱对咱的主有够硬会敏感，咱就会哪来哪甲主有搁较亲密的迄款咱的关系。求主帮助咱，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领受侪圣经内面的记载，主阮搁一届主你来仰望。愿你的神不断来启发阮、帮助阮，互阮伫安尼一生的年日内面，愿过去不管怎样如何，但是对开始，愿你的神不断来开启阮的心灵，开启阮心灵的目睭，开启阮心灵的耳孔，互阮会通看见、佮听见主你的声。听见主你的话，互阮会通领受到这信息了，阮有法度去分辨，这是对主来，是对撒旦来。互阮会通伫迄中间来切实行主你爱阮所行的，就阮要领受对主你来迄个丰盛恩典，甲你的慈悲怜悯，要充充足足伫阮每一人心内，互阮过来阮的性命，要满有对主你来快乐。愿搁一届主你安尼恳求祈祷，愿你正你的心意伫阮的中间，拢是通过主所叫做圣名。阿门。这是咱的吟回应诗，圣诗170首，恳求圣神感动万心，请起立吟全首。在这深深感动。
咱犹原徛着，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自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流胎，对17日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吊倒人来受苦，建世界死埋葬轮毂，第三日伫死人中复活，上天，他第二全能的爸上帝大殿，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可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们来感恩奉献，请陈安甲子祥执事。请起立。请坐。祈祷。慈悲我们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新年的第一天能够一起在你的殿堂当中来反思我们的过去我们的一年，以及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有不断追寻主你的旨意。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有主你的带领跟保守。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所求，阿门。阿门。请坐。这是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日神来时，伊会带恁了解一切真理，伊会照家己的意思，会照所条条来讲，嘛会甲恁传达得要来的事。真理的神来时，伊会带恁了解一切真理，伊袂照家己的意思讲，会照所听见的来讲，嘛会甲恁传达得要来的事。福音第16章13节，和本。但真理的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是借着
只说的，而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向你们传达。按13节，但真理的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向你们传达。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这是咱来迎新报告。咱先介绍今仔有新来的朋友，是吕宗莹甲弟兄甲郭丽慧姊妹，她是夫妇，她是慧丽老师的学生，请慧丽老师来介绍好不好？这两位，是欢迎。还有1年姐的女儿小薇，常常听到她的名字。她旅居加拿大，对不对？很棒哈！欢迎你有空有时间回来就要来教会。好，以上还有吴牧师的儿子盛德，他们全家，盛德牧师。还有家人。欢迎。以上我们要各家庭来介绍哈，我们把这个重责大任交给牧师。当年拢是这个时阵咧考牧师吼。咱来对这边开始啦吼。曹金，你全家吗？一人就是全家呢哈。曹金弟兄。许甘言老师，居里老师，尹连杰，恁几个？两个，安源。来，咱请坐，咱有这对总统府来的迄个怡婷美玉老师的女儿搁慧丽老师这种人怡婷是今年去年还是前年前年底进入总统府咱对咱家出来伫咧总统府来做工的好，迄个这安尼邦俊迄个秀执事无来搁方美长老佩瑜丽云搁迄个丽涵搁迄个秀梅来迄个是这位你你的嫂嫂 ，OK， 安尼一起。林雅的父母，还有哥哥夫妇。林雅的爸爸妈妈，哥哥。咱今仔日香香安尼，红记记好，迄个来罗牧师专家，这大小吴牧师谢谢，来，你画者我惊一条，我想讲我共闹交去，来冯长老，咪咪，迄个韩校长，因为这全家这竞赛这全家安尼对美国回来
好，来，咱的队长了吼，安尼对新北南口专工转来，甲咱做伙过新年吼。5点外就出发啦。5点半就出发啦吼。咱迄落倒一个人做礼拜5点半来吼。感谢主，来，迄落咱的李阿姨吼，专家。来，迄落明达长老，全会执事阿哥陈安、林雅哦。陈恩哦，陈恩有来哈、哦、，OK， 任婷，哎，欢迎。哎，这么开始准备要人丁兴旺啊！哎，好，感谢主。来，昌明哎不，要不丽书姐啊，丽书姐，你今年刚你姐哈，你代表哈好，好，昌明老师、双路老师。好，请坐文科，上基兄，郑松之上基兄，吼，这后边伊成功较不分，吼。咱两位那个外佣是不是？哦，一个是明达长老的，我们也起立啊，请他，我们给他欢迎他来到我们当中。来哦，这个应该阵容庞大才对。李长老专家，哦，去等于娘家哦，咪咪哈，李长老恩心，啊，过来闭光长老的专家，坐喺第一边哈，因嘛是拢是安尼忠心伫咧教会咧奉事吼。来，那个志宏长老，能够稍微介绍一下吗？哦，儿子媳妇哦，第一次在我们当中，从台南来哈、哦，现在高雄哦，对，请欢迎，请坐。来，那个黄珠姐。你甲家你一个尔吗？迄落咧，因无来哈。哦，张许哈，是不是？对，慧丽老师的学生嘛哈。来，这一次我们起立，我们来那个欢迎他们。来。迄个东练兄加迄个夫妇哈，叫做什么名字？哦，有正义。来，正义兄，你有听到我讲话无 ？OK， 好。今仔日真实的吼，阮的音控的同工吼，迄个无遐早来吼，煞无甲你传耳机啦，那。正义兄伊的耳孔较重，所以咱若有兄弟吼，安尼碰到伊的时阵，要甲伊拍招呼，吼，则请甲伊大细声啦，吼，无伊拢听无呢，吼。好，来，迄个，胡玉田长老，玉田长老甲玉慧老师有来吼，玉慧老师嘛对啊。好，来，请坐，孟泽哦，全家啊。这边，还有淑芬长老，还有咱的淑慧老师，还有。
好，等一下。清慧，哎，静怡，哦，静怡姐，请坐。来，清慧老师。Hello， 丽慧老师。好，石娟姐。芬兰。哦 ，Hello， 芬兰姐。还有，哎，刚刚还有周佩玉。对啊，对啊。因为他们要去看外婆。哦。约定好要。哦，有约时间就对了。OK， 好。好，来 ，Hello， 阿北，Hello， 建明。哎。青青呢 ？OK， 哦，正方，来子祥，少年就是文楠，阿个像，无啊哈，来这边，正方，民芳，哦，哎，嘉君，哎，不是这个正方啊，来，庄训在哪里？来，庄训，哈。正方。有啊，他到正方站起来，嘿，站起来。好，来，各界牧师的家庭，距离头头有啊，距离嘿，来，牧师的家庭。咱真感谢主吼，迄个这是原来咱教会传统啦，咱来讲亲像讲圣恩吼，伊就较安尼过年佫会使来转来安尼吼，好，圣德讲毋对，是咧。好，牧师过年吼，拢爱主持青霞礼拜，圣德拢毋免。去年有哈，好，因为有的教会吼，会友的组成分子大部分是迄个出外。过年的时阵拢总转了的吼，剩无几户啊，所以有的教会伫咧青霞礼拜的时阵，就是迄个无青霞礼拜安尼吼，这是每一间教会有无共款的即个文化，吼，咱真感谢主，咱的会友大部分拢伫咧教会附近吼，所以尤其过年的时阵，才出外拢会通转来，咱真欢迎来交代。交代互咱的司会长了。这时咱来看报告事项。今天是新春大年初一，恭祝每位兄姐新年快乐，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强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连咪礼拜后，那边交易吼有迄个点心，吼大家。用个过遐，大家用个交配者吼，搁有庆生吼，然后食一撮那个过年的食甜甜，食甜甜，后句袂使讲吼。搁有明仔载是11奉献的主日，咱是合堂，所以请兄姐预备心参加。25日。我们要举行2023年度定期会员合会，然后要请假的兄姐呢，我们在24号以前星期六以前12点就要向办公室请假。第三，12到15日，也就是大年初3到初6，这个周间我们的聚会都暂停一次。第四，下主日。台湾中会马家教会孙子光牧师为着要建堂，来教会敬祷清安甲募款。第五，为了维持礼拜的流畅性，请在礼拜的时间，在交谊厅、绿地以及2楼主日学教室的兄姐或老师，感恩奉献的时间，如果要奉献者，我们要移步到礼拜堂来奉献。谢谢。另外，我们鼓励所有的兄姐在礼拜的时间，如果没有非常的必须，请尽量在我们礼拜堂里面参加敬拜。所谓不是非常需要，就是说他身体不舒服，
或者是有其他的有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状况我们才留在外面，否则请尽量在礼拜堂里面参加敬拜。以上，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愿感谢你，伫你疼甲稳定的带领中，愿平安经过2023年。今年10月13，愿选出新总统、副总统。台湾伫内忧外患中，有上帝你大宽仁的手在保护，互阮住伫遮台湾的子民有平安。我要恳求上帝你保守国会立法委员内心真正有将国家的安全、利益、甲人民的需要放伫心内，互执政者伫面对凶恶的挑战时，有上帝的智慧甲因同在。天父上帝，当国家发生战争，上可怜的是囡仔，因为伊也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就离开世间。恳求主上帝，互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以及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以及缅甸的内战，恳求上帝，你互战争早日结束，互所有受难受苦的百姓得到安慰扶持，也互侵略者灰头土脸、空手而回。求主保守耶路撒冷有平安。主上帝，我为着教会来祈祷，求主保守牧师、长老、执事、各团契小组同工有领受上帝合一意向。教会伫70周年献堂意向，有圣神的光照甲引带。教会中年老的，以及伫福建中的兄弟，有黄辉及路人杰弟兄，以及永贤弟兄，以及家珍姐，求主你特别医治甲扶持。愿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救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阿门。这时，咱来唱祝福的诗歌，圣诗392首，搭要煞花求主赐福，因煞正牧师祝祷。愿新的一年，上帝的主爱为了你，耶稣的性命改变你，圣神的启示充满你，阿伯的献祭鼓励你，以路的同行影响你，那爱的敬畏跟随你，阿伯拉罕祝福临到你，以撒的顺服祝福你，雅各约瑟的尊贵尊严无离你。摩西的谦逊提升你，约书亚得胜对着你，撒母耳的侍奉感染你，约伯的苦难造就你，大卫的国度建立你，所罗门的智慧赏赐你，以利亚的能力为了你，
123的温膏高抹你，但以你的心志坚固你。以色列的异象显互你，彼得的修成等着你。保罗的负担加互你，约翰的见证开启你。愿全能天父祝福互你，甲你的全家，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无尽。阿免。请坐，灭道避讳。